一齊快問快答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喺今年幾月舉行呢11月，今年8月啊。11月、7月、11月。咁最想睇嘅係咩比賽啊？我最想睇嘅係乒乓波比賽、800米、空手道啦、羽毛球啊，三項鐵人啦，都係排球。4年一度嘅全國運動會迎嚟第15屆，首度由廣東、香港同澳門3地共同承辦，喺今年11月9號到21號，一連13日進行。而全國殘特奧會賽期就由12月8號到15號，開幕式同閉幕式就分別喺廣州同深圳舉行，分別有競賽項目同群眾賽事活動、乒乓球、田徑、排球、鐵人3項等競賽項目，共設34個大項、419個小項。項目嘅設置對應奧運會項目，同時喺跳水、舉重、場地單車同賽艇等項目增設小項，發掘運動員潛力，力爭取得突破。籃球、足球同排球就增設青少年組小項，進一步鞏固青少年人才基礎。而群眾賽事活動就分為比賽類同展演類，設有23個大項、166個小項。